继续来看这个森林口后的清洁队，4年前开始用污水网，也就是笋塘来处理喷，有袂歹的成果。为了要方便交流甲共享资源，森林口后特别甲苗栗3义、南投1集、彰化田中来组成着笋塘联盟，透过跨县市的合作，来推动这种上界环保的处理喷的技术。口湖乡清洁队为4冬前就开始用笋塘来处理喷，即马有袂歹的成果。为了会使更较方便交流，甲实现资源共享，口湖乡、甲苗栗县3义乡、南投县1集镇、甲彰化县的田中镇组成笋塘联盟，交流同时，嘛使推广给全国的清洁队。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讲，希望透过阮这款的结盟甲资源分享，会当呼吁全国的乡镇市区公所，大家做伙来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厨余。口湖清洁队一天收差不多平均300公斤的喷，4冬前就开始研究用笋塘来处理，是台湾各乡镇发展了上早的。政府规定讲袂使用喷来饲猪，喷的处理是全国拢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讲，口湖乡其他乡镇拢会使加入笋塘联盟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